大汗嘅人，中醫話體質屬熱，熱底嘅人皮膚會紅和暖一啲，呢個係因為身體內部嘅血，英文叫 cord blood，滲到皮膚。喜歡食辣嘅人會食到面紅，呢個係因為辣椒素 capsaicin 會刺激皮膚感覺神經細胞 sensory neuron 分泌 CGRP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， 中文降鈣素基因相關肽，血管因此舒張，令身體內部嘅血湧入皮膚中嘅血管，皮膚變紅同熱咗。CGRP 又會令腦部嘅血管舒張，呢個變麻煩。頭係一個殼，唔可能舒張。若腦部嘅血管舒張，便會令腦壓增加而頭痛，又叫偏頭痛 migraine。所以有啲人冇法食辣嘅食物，因為辣會引起偏頭痛。一個叫小白谷素 parfenolide 嘅健康食品，能抑制神經細胞製造 CGRP，從而改善偏頭痛。